高高飞起。我的思想滞留地下，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天界。莎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。莎士比亚让我指点20个人做人的道理，倒还容易。可是要我做这20个人中间的一个，共行自己的教训，就没那么简单啦。莎士比亚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凡事必须三思而行。莎士比亚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。堕落的子孙可以把亏欠的门第败坏，把巨富的财产荡毁，而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朽的神明。莎士比亚